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7月14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南北区大兴街，昨暝9点多，一间 KTV 的厝尾顶空棒熊熊着火，消防员赶到现场，加上100人疏开，牵水线拍火。加在火伫10分钟就拍花，无人受伤。不过着火原因要搁咧调查。 厝顶的看板规个大火烧起来，而且火烧甲正猛，还有一寡火势伫天顶落来。内边 KTV 的服务人员赶紧疏散人客。我们在唱歌，然后突然被通知有火灾，服务人员很紧张的样子。在1楼用餐，然后突然听到嘣一声之后，有哔哔哔哔的声音，然后才发现外面一直有东西有在掉。 台南市北区大兴街一间 KTV 的厝顶看板，13暗9点外突然间大火烧起来，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20台车、43个人到现场牵水线，甲用分推车拍火，10分钟了后就把火拍花，好在无人员伤亡。大概有100出的人员从这个营业场所里面疏散人员都是安全的，那没有 受伤9点出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把火势扑灭。因那厝顶的看板为什么烧起来？一个财务损失的情形，即马消防局正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空勤，昨有2件山顶救援，加在受伤的2个人送病医了后，拢平安无代志。一个39岁逝世的女性对团去爬基内南华路线，倒脚煞无细致骨折。 空勤总队昨透早出动乌鹰直升机，甲伊吊落山送病院治疗。另外有一队10个人爬山，带头的领队若像是关山正行起来，吐骨流，规身躯是软厚厚。空勤直升机嘛紧甲病患者送病院治疗。安那台南麻豆消防分队昨早起发生爆炸意外，一个消防员咧检查算数的时阵，算数的杆仔煞熊熊爆炸。 地属消防员的颔棍甲手拢受伤，加在无性命危险。初步认定是算数杆仔漏开，佮当着静电才会爆炸。不过详细原因要搁咧调查。第散座的红色外底烧一大坑，台南麻豆消防分队13早起进行车辆装备器材保养。一个姓红的消防员伫检查救护车顶3合1散数组的时阵，竟然起爆。地属消防员颔棍、耳仔甲手差不多5%二度烧烫伤。 发现同仁那个有轻微烧烫伤，然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其他的同仁就赶快把他送到后面那个浴室，赶快用水清洗并做那简单的包扎。车顶5楼起爆喷出来的火星，现场同事随赶紧协助姓红的队员膏药送医，好在再送医了后人无要紧，中昼已经出院。不过使用年限有5年，今年11月才到期的散数是安怎无因无故导火？当时做伙检查的消防员表示，检查时阵发现散数风味真麻。 气瓶本体嘛，跟那个调节阀的那个衔接的位置产生漏隙了，有一些那个气密性的不足的情形。那我们跟同事跟我另外一个同事在做这个部分在补强的时候，然后进而发生这个问题。 散数组内光线烧甲扬起臭火大，分队初步知晓可能是散数杆仔漏气了后，好亲像佫拄着静电才导火。不过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消防局火调科甲器材厂商等共同调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减轻少年人买头一间厝压力，行政院通过青安贷款的新方案，贷款上限会当贷到1000万，还钱的年限嘛延长到40年。 这优惠加起来，贷款的利率是降到1.775%。这个方案8月初1开始施行。那以贷款1000万来算，3年就会当省11万的利息钱。提高贷款额度，提供利息补贴加码，延长贷款年限及宽限期等。 行政院公布新版青安贷款新方案，强调为4大面向前进。除了贷款额度为800万9万到1000万，贷款年限也为30年延长到40年，宽限期为3年延长到5年，佮另外增加利率补贴0.25%。若佮加上公共银行减半0.125%措施，合计优惠0.375%，一段性房贷利率会当降到1.775%。以补贴1.5码之后，每户最高可节省利息支出呢，3年一共是11万2500元。
青安贷款新方案申请资格无规定年龄上限，只要满18岁配偶甲未成年子女名下无自有主体，拢会当申办，也毋过主体需要是未申请至半年内买的。另外，已经使用青安贷款的固贷户甲转贷户无适用新方案。99年开办到现在，那么一共有34万人。获利先陆陆续还掉，那目前大概在20万左右。受欢迎的话，可能它的经费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我们的初估是50亿元。财政部表示，青安贷款新方案由内政部主体基金支援，并经公告型行情作。今年8月初一实施，为期3年，到2026年7月31日为止，减轻民众买厝利息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政府通过青安贷款新方案，贷款上济到1000万，有5年的时间会当免纳本金，干那纳利息。不过民众烦恼讲，投资客会趁机会买厝，等到第6档才个卖掉。那专家认为，论斤来讲，新制度限制有较济，投资者无一定有才调软空旁赚片头。一个到办公室坐好势，拍开电脑认真工作。30多岁的铁伟是一般的上班族，逐工真认真，天黑了后拍拼工作，欠300多万，佮加上长辈斗3工，总算会当买新北的厝，准备做结婚使用。政府它有所谓青安贷款的一个部分，也有了解到，那大概算下来的话，可能1年可以省掉1万多块左右的一个贷款金。我有算30年跟40年之间它的差异那可能在金额上面每个月可能大概差8000多块的还款。听到政府新的青安贷款专案，贷款额度到1000万，宽限期到5年，贷款期限也会当延长到40年。这个利多，铁路讲确实会当减轻买厝的压力，不过嘛代表总利息的增加，限制条件嘛会较济。但是敢有可能佫出现投资的人，趁利息加买第6年再卖，享受房地合一税家己大减税条件来套利？想要安尼做，恐惊嘛无遐尼简单。成本可能相对比较高，第二个未来涨幅没有那么理想，那自然而然可能在愿意用这种方式套利的人就会比较少。如果未来可能有一些升息，或者是说不确定的经济因素，有可能造成价格修正，那个时候或许用这种套利的方式就不一定划得来。专家坦白讲，利率是变动的，变数真多，要用安尼套利无轻松。学者是认为，少年人厝买不起，上较大的问题也是厝价伤悬。利滚利的结果，你小的负担的这个金额是越来越高的。那特别在时间拉长底下，真的是天荒地老啊！你从30岁缴到70岁，那你人生已经到老的时候还要再缴房贷，那你会觉得蛮悲哀的啦。学者建议政府在做贷款补贴政策的同时，嘛应该解决租厝乌市，才有法度逼出空厝。若无用压钱的方式，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真烧热，高温33度到35度。气象局嘛针对15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中昼时啊，紫外线较强，是过量到危险的等级，出门得爱食日。咱来看温度。今仔日较热东南风，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是弱风面，可能会落地渐雨。过到了后，各地头雷公雨的范围缩小，雨脉落较细。接落来天气，因为太平洋高压刷向东边，刷向北边，西南季风嘛顺这个势吹入来，成做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的发展会变紧。目前伫菲律宾吕宋岛东边的热带低气压，礼拜会更较接近台湾，天气会变较无稳定，有可能会加做今年第4号风台泰利。不过对咱台湾是无直接影响。最近欧洲南部、西班牙几个省天气拢真热，气象单位嘛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有一寡所在佫出现44度的高温。那意大利是压到48度8，罗马甲佛罗伦斯等10个县市拢发布红色的高温警告。伫路行的人，每人手一罐矿泉水，用开钱热风的手嘛拢无停。路边摊补货品项矿泉水占上济。西班牙为这礼拜一开始经历今年第2阵火烧风，有34个省进入警戒，16个省佫发布高温红色警报。不少所在12个气温也冲破摄氏44度，户户外工作人面临艰难的挑战。Nosotros no podemos protegernos con nada, simplemente beber mucho líquido, agua, Coca-Cola, mojarnos la cabeza para no deshidratarnos. 西班牙今年已经有2个人因为着山死亡，拢是伫做户外相关工作。
西班牙气象局建议民众避免户外活动，佮提醒老大人甲囡仔预防潮沙。民众先把水装伫煲仔内，再滴伫头顶较凉。意大利同款面临极端的受风，10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意大利气象学会甚至以但丁新克地壳片当中守护地壳之门3只头的怪物地壳犬，来为这个火烧风护命。这边地壳火烧风包括罗马加佛罗伦斯，气温拢升到-48度北。Ma noi siamo in visita, per cui domani ritorniamo. Noi siamo verso Trieste, fa caldo ma un po' più umide. Qui sole è festa, infatti io mi sono scottato. 因为欧洲敢若较无一成家庭有装空调，互老大人甲囡仔面临高风险。根据研究报告指出，去年欧洲有超过6万人因为火烧风死亡，意大利的死亡率上悬，差不多造成18000人死亡。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泰国国会总选举唯一一个总理候选人，也就是前进党的皮塔，摕到席次无超过一半。国会后礼拜3搁一届投票，或者是派另外一位候选人。来看自由时报，美军一架 P-8A 海巡反舰机，昨透早是沿台海中线飞落南。咱国防部表示，中国尚无出动26架军机应对，飞过台海中线13届，走入来咱西南空域。来看中国时报。金门甲厦门官方合办的渡海比赛，7月15日起过。中国官员会带团来金门，陆委会嘛同意会派处长出席。这届为中国来的人大约是200个，会当讲是替开放金马自由行引起欢迎。来看营建署逼出官员交结抢凶的弊案，检调查出组长张志明等等的官员涉嫌透过立委郑天才的办公室执行长来牵线。福利店的厂商标着真侪标案，乌西几若百万。营建署的组长甲立委幕僚等等4个人奉承押禁见。营建署表示，已经甲2个涉案的官员拢调职啦。不过立委郑天才表示，对这件案情是无了解。组长有收贿吗？还是有接受招待吗？一个查甫人穿写字挂喙暗，看会出来真疲劳。伫调查官透明精神了后，13天光，互人带去地检署。伊是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经过检方的复审，甲伊申请羁押禁见。用伞甲家己扎起来，营建署科长詹嘉欣往那红带回，询问了后，以50万块交保。营建署发现官商勾结。检调12分组真济路去搜查，约谈15人到案。询问了后，互人申请羁押禁见的，除了张志明甲2个厂商以外，还有1个人。挑工用手砸面，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办公室的执行长张定良。因为检方发现2个营建署官员为2021年涉嫌透过张定良做白手套，暗中提供厂商资讯，各项标案会当得标，申请前瞻计划补助，像讲婚林绿电案、道路改善工程案等，各接受交泰林分别，这2年来收受汇款几落百万。他的事业那么大，怎么会去？我也搞不清楚了。营建署的那位姓张的是他的弟弟还是堂弟啊？我就不清楚他怎么会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个事情。除了担任立委的幕僚，张定良也是某一个升级负责人，办公室都伫个中华电信大楼内，阁是工研院转投资的公司。不过郑天才回应讲，伊是朋友介绍熟悉，对这件代志也无清楚。是2位主管还在调查中嘛，2位主管就先调离那个主管内部，就来宣导大家要注意这些事情。营建署是表示，目前已经把涉案的官员调离主管职务，会配合司法的调查，听候结果出来了后，再做后续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邦桥一间幼稚园逼出饲药的案件，新北地检署侦结以证据不足不起诉处分。新北市政府公布行政调查结果，认为幼稚园无做订单，所以主动撤销废止立案许可的行政处分。这幼稚园若要讨国赔，嘛会全力来协助。
接受到关注的新北市邦桥幼稚园饲药案，12时侦查结束，包括园长在内的9个人拢是无起诉的处分。新北市政府13时公布行政调查的结果，无直接证据显示有不当对待囡仔，市府会主动撤销这个幼稚园的废止设立许可。教育局会主动撤销其废止设立许可之行政处分，并依规定主动予以协助。刘明文讲，后壁会依规定主动协助，12嘛已经主动联络这个园所，若园方讲要提出国赔，伊嘛会协助。早起这个幼稚园的何老师嘛，伫国民党立委王宏维的陪同之下开记者会，控诉时代力量的王美君、王婉如未审先判，甲老师的个人资料流出去，互因真艰苦，当含律师言语要提告。几百通的电话，要我们去死。司法可以还给我们清白，但没有人还给我们公道。政治人物该提出的诉讼跟告诉，我们会再严拟。不过王婉如回应讲，唔捌留下过老师的个人资料，呛声讲要告王宏维，但是王宏维讲王美君伫面册和王婉如联名打出老师的名单，嘛呛讲要告来告。另外，早起新北市记者会后边的房仔是大满民代和政治人物对案件各种讲法，佮特别画出讲有讲持毒和轻有罪这讲法，点名副总统赖清德应该替当初的言论回失的。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彩虹药水戒断症状从您口中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讶异。道歉有这么难吗？针对饲药案，赖清德并无回应，但是民进党发言人周志豪是批评讲，侯友宜无伫第一时间行政调查，嘛无帮助囡仔和家长检测，才会造成因的惊吓。即马佫继续政治操作，胡白乱讲，民进党是对因表达谴责。记者综合报道。性骚扰的事件是一直表白刷，行政院会通过性平三法的修正草案，刑度罚金赔偿拢会加重，利用关系性骚扰会加重处罚。刑事的部分加重一半，行政法的部分，若是雇主甲人性骚扰，上当罚100万。另外嘛增加民事的定罚性赔偿，上当罚5倍。这个修法毋是干那限定私人的企业，连政府机关的首长嘛爱照拼照行。最近骗诉事件是一直出来，嘛引发各大的MeToo运动。行政院会13时通过性平三法的性骚扰防治法、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修正草案，刑度罚金赔偿拢调。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完备友善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及服务，采跨领域、跨专业、跨部会的联防方式。草案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权势性骚扰，伫个民事的部分，增订顶发性的赔偿，上悬会当罚5倍；刑事的部分加重基刑1/2。另外，行政法雇主若是骗诉案的行为人，上悬罚100万。另外，性骚法的申诉时效嘛延长，权势性骚扰对原本是知影代志了后的3年，延长到对代志发生开始算的7年。另外，若是伫个未成年的时阵发生性骚扰，时效改做成年了后3年。性工法的12条第2项对权势性骚扰的定义是，因为雇用、求职或执行职务关系受自己指挥监督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骚扰。另外，伫性别平等教育法是甲教职员袂当和学生发展有违专业伦理的关系，正式入法。譬如讲，师生恋若是符合要件，未来会直接互性平会判定，敢是规世人改ผิ。校长跟教职员呢，于执行教学、指导、训练、评鉴、管理、辅导学生在与性与性别有关之人际互动上，发展有违专业伦理之关系哈。草案嘛强化外部申诉和监督机制，申诉和调查结果拢爱通报主管机关。被害人若感觉调查有问题，会当向地方的主管机关来申诉。草案会送入法院7月临时会来审议，3读公告了后实施。相关的处罚会互各部会另外定，按算伫明年的3月7、8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非洲的苏丹政府军甲军事武装团体内战几啊个月，还未收煞。联合国表示，伫苏丹的达佛发现枪啊堡，上无带87个人，怀疑是武装团体甲因杀害。据
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所接到的消息，苏丹伫过去12礼拜，内战冲突上严重的地区达佛发现大正侪尸体乱葬岗，拢大伫咧1公尺深的土内，其中一寡是来自非洲马萨利特部落，凶手是苏丹准军事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甲一支附属的阿拉伯民兵组织。Have been buried in a mass grave outside the region's capital of Al Janina on the orders of the Rapid Support Forces. Local people were forced to dispose of the bodies in a mass grave, denying those killed a decent burial in one of the city's cemeteries. 联合国嘅声明讲，6月20先发现一个切莫阿堡内面第37具尸体，第二天同一个所在阁发现50具尸体，其中有7个妇女加7个囡仔。屠杀事件是发生在6月13到2日之间。在此进前，当地才发生斯达佛首长阿布卡被暗杀的暴力事件。人权组织讲，在过去2个月以来，斯达佛一直发生暴力事件，真侪城镇村庄被抢劫破坏，几60万人逃走。国际移民组织讲，超过238000人遭到边缘国家查得。They attack us, and during they attack us, and in the roads they took us everything: money, food, clothes, and even they killed, the relatives and the friends. 国际刑事法庭 ICC 已经针对达佛的暴行展开调查。2000年初期，达佛爆发生过种族灭绝的战争，迄当阵非洲的族群起义，指控阿拉伯人主导的克图姆政府歧视涉贪。前独裁者巴希尔政府被指控武装当地阿拉伯游牧部落，针对平民进行报复。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美国编剧工会5月初开始罢工，致使真侪作品到达拢无法度继续拍片。劳资协商目前嘛无解决方法。若即马美国演员工会嘛有可能要徛公平做伙罢工。哈利有正人扮电影《芭比》12日伫英国伦敦举行欧洲首演，演员拢有记者追问一个同款的问题：哪种工会和电影电视制片人联名的谈判破裂？你敢会加入罢工的电影？Yeah, absolutel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our union. I think it's important. 有16万会员的美国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佮代表迪士尼、Netflix、Amazon 佮 Apple 的电视制片人联名，合约12到期。因为双方就薪水、福利佮 AI 人工智慧科技的使用有真大的出入。若阵袂当伫谈判期限进前达成共识，也是延后，安尼继续烧炭2个月，编剧工会罢工了后。这演员嘛会联手退出戏院，到时2大工会联手罢工，这就是好莱坞自1960年以来头一个出现的闹热摆。And having the solidarity of SAG is actually going to let us also make a real stand against these studio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ly, becau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able to really reach, but with the actors' help, we will be able to. 美国演员工会300几个成员已经写配予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鼓励因唔通和解。大牌影星 Jennifer Lawrence、Meryl Streep、Jane Fonda、Lily Tomlin 这挂人，拢讲因会参加罢工。计划若是实现，各大片像电视网、串流平台所拄到的，若是这2个月来节目一直停播的场面尔，是电影全面停工，所有摆好的宣传全部取消的恶梦。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南美洲乌拉圭当着这44年来上严重的可旱，政府是赶紧乌水井来应对。按乌拉圭的水务公司是甲井水甲海水透做伙，要争做咱人咧啉的水。不过民众是啉了感觉伤咸，颠倒互这矿泉水的销量变甲真好。工作人员带工线要拍淡水为另外一个水管送过来，因为另外一座水库已经枯甲见底。南美洲的乌拉圭当面临44年来上严重的可旱，虽然这几天有小可落雨，也毋过上计只会当经几天。最近几礼拜，为着民众有水通用，水务公司申请下面饮用水监督规范，将淡水甲河口的海水烧蓝。虽然安尼监督也是伤悬，泡出来地拢是咸的，互居民无法度接受，所以管他水开始大卖。Está salado. Y bueno, y ahí fue cuando empezamos todo a usar. Cocinamos con el agua de la canilla. Pero café, té, agua para calentar para el mate se hace con agua mineral.
乌拉圭全国上大的水库流量只存正常流速的2.6%。一个最佳盐水烧淡的应用方法，效果是相关的家用电器损坏。有的人也烦恼啉这种水会破病。乌拉圭境内有6成国土，防判定是严重可化。那这摆极端可化会发生除了气候变迁，亚马逊河南的过度滥困滥燥，也是和可化加重的原因之一。Se debe que Aguascorrientes reciba menos agua dulce que antes, que no ha llovido. Entonces no se han llenado ni la reserva de Paso Severino ni Canelón Grande que。可化结果也造成以农业为主的乌拉圭在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根据乌拉圭政府预测，这摆可化会让乌拉圭今年出现18亿美金的经济损失。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多市人口180万，占全国的一半。居民过去几礼拜拢是买管仔水来用，也不过对弱势民众来讲就真艰苦。乌拉圭目前的水质也无适合有心的人甲有高血压、心脏病、甲腰子病的民众来啉。必须政府需要紧急弄井找水源，避免更较大的损失。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世界。德国头一届公布中国战略，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卖支持台湾参加国际。德国外交部长讲，台海牵连全球经济生命，若发生冲突会影响全世界。伊呼吁欧洲要团结对抗中国威胁。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乌克兰已经收到美国送来的枪支炸药，接落来要摕来反攻罗西亚，改变世面。那美国国防部有官员嘛证实这个消息。来看欧盟甲日本开高峰会，宣布要彻底解除自2011年日本3亿大地震对福岛水产的进口限制措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表示支持甲欢迎。镜头转来到国内，教育部进前有公告讲，为112学年度开始，这注册钱要起0.53%，有4间学校拢已经申请要起啊。落尾审议结果出来，各立中正大学、各私立的南开科大拢要通过起注册钱。物价一直起，各大生育率阁一直降，或者在大专校院的营运是出现危机。教育部进前是公告讲，112学年度大学的学杂费是起0.53%，随到4间学校申请要调起。后来也跟学生也同意了，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一次的调涨的费用都用在学生的奖助金与教学设施方面。最高额在国立大学只能调涨到159，只能挹注本校358万。有4间学校申请，除了中正大学以外，私立的南开科大申请嘛准啊。另外，联合大学是无通过，南亚技术学院是家己甲调起案撤回。另外，以公立大学平均每学期3万来看，调起了大约是增加159块。另外，私立大学若是用5.5万来算，第一调起了大约是增加292块。97年到现在大概14年没有涨了，所增加0.53% 的一个学杂费调涨大概在学校的一个学费收入上呢会增加290多万。那这一笔钱的话，我们会全数用在我们校内文经弱势学生的一个奖助方面教育部说明讲，大专校院若是要调整学杂费，要提出财务状况、助学机制和办学综合成效这内容，佮要完成学校内面各项公开的程序，才会当提出申请。后壁佮会要求学校要确实照自用计划来执行，而且佮要甲经费的使用，佮有对学生的影响，和所有的师生拢确实会当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有82%的上班者拢认为讲 AI 会取代家己的头脑，尤其30岁以下的少年人是上界烦恼。不过嘛是有人利用 AI 家己创业，发展甲真好。26岁 Peter 本来是伫设计设计公司做设计师，因为健康的原因辞掉无做啊。一摆机会接触到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互伊决定家己要创业。伊结合画图的技法，互作品诱导的程度会当超过1亿上诉。风格是南非嘅动物文化等等，伊阁要卖出115万的图。我在截取当中，精确的元素是什么？可以提供我来做创作。那可能是说，我可能本身学习过花艺，那我的作品当中就会融合说，花艺的元素在等等。
生成式的 AI 讲的都是机器根据资料库去学习创作，生成一个全新的内容，可能是文字、图、音乐，还是影片等等。这种先进的科技，嘛会当互产业升级。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82%上班的人认为讲 AI 会取代工课，有5%是惊家己的职务会互 AI 取代。尤其30岁以下的少年人上烦恼，因烦恼互取代的无安全感是上强的。AI 现在能够处理的还是比较接近基础的工作，那年轻人多半做的是 entry level， 或者他可能只是当小主管的部分。但是，一旦你到了过50岁之后，你可能就是身兼管理职，你要处理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人的事情，比较复杂的事情。专家讲，虽然讲 AI 的应用是取代一寡职务，但是嘛有真侪新的工课出现，真侪职位同款是需要人类的创造力，佮需要人和人交往的能力。上重要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和机器共存的能力，才会甲工课做较高效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竹棒球场的改善工程，新竹市政府昨是安排美国大联盟的场务专家到现场会勘，用怪手乌白的空伫空内底灌水做排水的测试。不过到现场的议员，敢若会当伫3楼远远啊看，引起议员是真不满。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持续地进行。13日起，新竹市长高虹安排美国大联盟场务专家到场会勘，现场出动小型怪手，要开挖分布伫斗手甲内外野草皮甲土拢总八位，深度有30至60公分。美方专家踏入土坑内测量土岩详细翕相记录断面，了解排水情形，以及甲地下停车场连接土的管道，搁伸手摸土石堆，即届搁挖到好亲像无路用的手套这物件。专家嘛行到外野区勘查，指出场边的排水沟伤大坑，也甲欠缺坡道，无法度自然消透这个设计问题。下晡嘛是坐伫坑洞转水进行排水测试。还会再多花几个洞来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到实际的排水或者实际的地漏，它比较好判断到底这个施工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的排水是正常可以使用的。下午的部分我们也会就已经开挖的这个洞呢来进行排水的测试，看看水是不是能够真的降下去。不过专家巡视棒球场的时阵，甘拿市府团队土木技术工会营造厂商这个代表会当进入场内，由9位看东派议员组成的棒球场监督小组，可能安排伫3楼包厢观察，我都听到现场讨论的内容，议员提出抗议。在下面呢，在会看呢，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哦，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干脆就不用邀议员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球场的现况，先做一个分析，还有后续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打比赛，尤其是安全最重要，说到底接下来要该怎么样来实现这些改善的建议。市政府配合讲相关安排是考虑人员安全，佮尊重专家，无妨碍作业流程。美国专家爱甲图带回美国检验了后，才当提出完整的评估报告，也互外界持续地关心新竹棒球场敢有法度伫明年这帮比赛季的时阵如期复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诈骗 ，NCC 推动国际语音警示措施。电话卡内头前几码若是8869，就会先听到7秒的警示了后，电话才会通。是中华电信会带头开始做，伊到7月17开始实行。我就按照原台定冻结名下资产1年6个月。继续检验卡电话，民众差一点仔就中计，这种诈骗电话一直拢有，都惊有人互骗去，即马中央出新报。接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小心诈骗。接通是国际电话，爱细腻哦，唔通去用骗去。国台语声声都播放，互大家爱加注意。NCC 推杀国际语音警示，电话显示加8869，起来电话一个接起来，以防语音诈骗会先播放7秒了后，才当接通电话。为中华电信先试做，一定为7月17正式上线。应该是好的，诈骗越来越多，我们这个老人家真的是那个，我就脑筋转不过来会被骗。如果接起来那内容如果很像真的话，就算他前面跟你讲说是诈骗，有可能是诈骗，你还是有可能会觉得是真的。会播放预防诈骗语音，是因为看数据资料，最近诈欺案超过2万件，财损一直创新高，而且牵涉到诈骗的电话号码，大部分拢是境外。分析165提供涉诈电话。发现90%是+886开头。新措施由7来电话先开始，实施1个月后 ，NCC 会看效果，差不多10月底再来全面扩大到5大电信的行动电话。
就是诈骗集团，它其实有一直不断的在进化当中。那进化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跟它对抗或防范的武器，很多时候可能不见得一定是能够跟得上这样的一个脚步，尤其一些新兴的太阳。公部门防止诈骗，有学者是讲，先做法想法是真好，不过诈骗的方法一直变新，都惊无法度预防，呼吁政府都爱多方面做伙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5股昨暝有一对爸仔囝冤家相拍，老爸举刀仔甲后生抬着伤，警方已经把这个老爸抓起来，爸仔囝两人嘛互相指控伤害。经查，系儿子向父亲索取债务，双方发生口角推挤，父亲一时冲动，遂持刀攻击，伤者无生命危险，送医救护。全案双方互控伤害，依法送新北地检侦办。刀子给我，刀子给我，刀子在哪里？因为32岁后生甲61岁老爸讨小25000块，爸仔囝两人就开始冤家相拍。老爸举刀仔甲后生抬，后生的肩胛头甲脚趾片拢着伤。警方赶到现场，甲这个老爸压制逮捕，两个人拢送病院治疗。爸仔囝两人是互相指控伤害，专案移送侦办。来看2022年推出便当贩卖机的好食股公司，这礼拜发生分店无张伫倒店的代志，员工讲拢无摕到薪水，社单的董事长嘛失踪啊，伫办公室留遗言，可能是财务出现问题。台中市劳工局证实讲，这18个员工无摕到薪水，会安排劳资争议调解会议。不管是台中还是高雄的店面，铁门拢扭落来停止营业。去年盛大推出便当自动贩卖机的好食股公司，传出财务有问题，无先通知就关起来。我们在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目前有4家的无人商店。供应的智能贩卖机会当提供烧烫烫的便当，对订餐、提餐到结束，拢唔免含人接触，用一支手机就会使。搁找有名的艺人来代言，但是公司的员工投诉，社单的董事长这礼拜伊就发薪水迄天就失联，欠薪水嘛无纳到健保，搁伫办公室留危言书。7月10号的时候，公司同仁说没有收到薪资，然后有收到薪资卡，就是说也因为找不到董事长，所以要延后发放薪资啊。那时候同仁其实就有觉得有异状了啦。总公司那边的会计的回应是说，我们的董事长就留了遗书。会这样会有点错愕吗？对啊，想说怎么奇怪，怎么开？民众看到店关起来嘛，带一个。台中市劳工局是证实讲，好食股台中总公司是欠18个员工6月到7月11的薪水，其中9个人已经申请劳资争议的调解。将紧速安排劳资争议调解会议予以协助，如事业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出席调解会议，将依法予以处分，并后续协助劳工争取工资垫偿金，进以保障劳工权益。劳工局强调，这个公司已经向劳工局来办理资遣员工的终止契约，终止日是7月2日。理由是劳基法第11条，业务亏损还是业务紧缩，会较紧来安排调解会议，而且争取工资垫偿基金。台中的警方嘛讲有接到报案，即马已经启动紧急找人，查这个社单的董事长有人伫倒位。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头一间公共托育家园，伫7月初phòng检举讲，互囡仔食过期的食品，后来嘛有查到确实有过期的食品。那社会局甲卫生局最近又搁抽查9间托育单位，发现有一个私立的托婴中心有食品过期，会照食安法处分。卫生局另外按照甲找到过期8个月以上的综合骨粉甲亚米的醋，较无2礼拜时间，嘉义市搁再查到私立托婴中心有3项过期食品。其中过期上久的有9个月的，业者讲，进前已经把这大料包好势，准备要单掉，并无煮予囡仔食。这个案子我们将约谈了相关负责人到局说明之后，那后续会依食安法进行拆除。强调会依法处理。社会局甲卫生局人员日前临时检查管区内9间公私立托婴中心甲托育家园，原因就是7月初嘉义市头一间公共托育家园phòng检举有几项过期食品。卫生局照食安法罚9点6万，业者讲已经有改善。到期的都一定会把它处理丢掉，家园里面放的食材一定都是要在有效期限里面的，每周都会定期检查，我们未来也会为孩子健康做把关。托育中心小煞逼出使用过期食品，互外界忧心幼儿食安问题。政府讲对食安问题是无吞论，会继续进行临时稽查，
并且提高客家频率到每季一届，加强辅导客家保护受到害儿的健康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无人机队拜三伫基隆和平岛公园海域，发现有民众违规坐船走入禁止钓鱼的区域。海巡署是随通报甲因处理。北部分属第二巡队无人机区队，昨日1朗10许于和平岛公园海域执行飞航巡弋勤务，发现民众搭乘波多船违规进入公告区域从事钓鱼，经清点，违规采捕渔获具有波比鱼5只。应给予7只，石捞鱼8只，后续将相关资料函送主管机关裁处。这两个违规的民众走入公告禁止钓鱼的和平岛公园海域，相当会当罚50万。海巡人员用无人机记录证据，通报处理。来看宜兰南澳的新碧海堡，伫初到暗时出现一只石龟上山坡要放卵。有专家表示，这是当地有史以来头一届记录到石龟放卵。半暝啊，除了海涌的声音，也阁有绿海龟慢慢爬过乱石的声音。初到透早2点多，气象负责巡视的台湾偏乡生态部长保护甲保育协会秘书长吴德文，突然发现海龟出现，紧急呼叫理事长前来，2个人真细力，唔敢受挖紧，也唔敢长时间拍电话，把阿丹地的机会将海龟定过身影记录落来。我们很怕打扰他，所以拍也不敢说在那边乱拍，打灯然后拍一下，然后再来就是尽量看他有没有任何障碍。那这次上来只是让我们更士气大振，因为我们其实在认养这个海滩嘛，然后又在做保育。吴德文讲，早已经听讲南河新碧沙堡有海龟出入，迄天原本要巡视海影的状况，想要到去拄着海龟。当年研究海龟的海大教授，但伊阵认为这是一级保育类绿海龟。5、70月是因的生卵季，这是真重要的资料，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笔记录。伊打算后礼拜到现场调查海龟敢有生卵。对我们在做研究来讲，我们现在多了一块海龟上岸的产卵基地。那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正面的消息，就是潜在的产卵基地。发现绿海龟的地点离海石洞0.7公里。这个沙坡，高山署已经公告禁止沙坡车进入。协会表示，禁令发布了后，有发现更较侪种类的野生动物。但伊阵教授指出，偏湖南市小琉球顶离岛甲台东三环海湾都有绿海龟的生卵记录。那南澳新碧海堡也确认有安尼生态范围，会当救到8回龟线以北。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推动限制塑胶政策，规定超商卖场等7大类的场所拢袂使免费提供塑胶落架。不过传统市场到大拢无立即管制，为着要减少塑胶落架的使用率，台南市环保局就选伫好尾寮市场做示范点。民众若摕环保袋仔来买物件，就会当累积点数换礼品。伫市仔买物件了后，用塑胶落架装真利便，不过久来有污染的问题。环保署到今也未甲传统市场热烈管制，袂使免费提供塑胶落架。最近南市环保局伫咧好尾市场试办，鼓励乡亲摕环保袋仔来装物件，会使累积点数减换生活用品。环保局表示，目前有将近90%的民众拢家己扎。我消费者若来，我拢讲，你今仔有扎落架来无？会当安尼大量来推广吼，对咱的民生嘛是真有帮助。目前市场入口有免费的纸袋会当用，另外嘛有提供环保型的袋仔，互民众来组织。拖环讲，传统市场专门要禁止塑胶落架有困难，因为买菜水果顶大料用环保袋仔装拢无问题。那鱼肉较淡的食材，就无法度避免用来落架。不过因真鼓励民众摕厝的裤架来代替。个人带袋子来后，它可能会减少5到10个塑胶袋，因为有时候你买很多不同的菜嘛，那你全部装在这个袋子里面，你就可以减少非常多的塑胶袋。连有些人都说，连这种薄的塑胶袋，他们现在也都要限塑了。觉得说这样帮助应该是很大，减塑加赠品这样子来宣导一下，那民众养成一个习惯。根据环保署调查，全国使用塑胶落架的量对107年有152亿，到109年已经降到91亿。环保局表示，若成效袂歹，未来继续拖展去其他市场来实施。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长期关心台语的推广，
已经连续10外档举办台语趣味文化营活动。今年同款是透过活动甲表演，让囡仔欢喜讲台语，自然讲台语。囡仔唱歌跳舞，阁有小小导览馆的训练。这是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趣味文化营。今年活动是以交通工具做主题，分做铁马队、公车队，阁有牛车队等等，各共6个队伍，然后互小朋友用台语唱歌跳舞，也阁有结合生活话题的戏出表演。我洗做真古水，食起来酸酸甜甜，真好食哦，真好食哦。找到毒品。有当阵啊会，互你一直想要放尿，还是一直想要困，还是一直想要跳？因为即马毒品真严重嘛，所以呢，阮即出就是要互囡仔知影讲，伊即马新型的一寡毒品，伊是做甲敢若糖仔共款，要互因注意讲，毋好去互遐个外表，去互遐个包装安尼，遐尔啊水的包装骗去。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表示。因头起先是先举办演讲比赛，但是发现囡仔比赛了，落台也是无咧讲台语，所以开始伫休热时阵举办文化营，到今已经办10外档。阮主要目标是放伫推动整个的推动，做真诶，毋是干那要做好，我就有办活动。办活动是趣味尔，但是要紧是我要达到讲真正互囡仔会晓听，会晓讲。3天的文化营活动，囡仔读册本、学搬戏、唱歌跳舞、念歌诗，最后阁会上台表演，增加囡仔的成就感，互小朋友轻松快乐开嘴讲台语。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嘉义县有山冒海，为着要互各校的学生囡仔有兴趣学本土语言，就一寡学校开始甲在地特色课程、甲母语、甲日常生活结合。我们以前周族有一个神话传说，就是原住民的学生囡仔配合学校在地课程的规划来消解生态环境，这当中嘛结合着原住民的母语学习。嘉义县举办本土语言的成果发表，学校甲学生拢展现因对本土语言的想法甲创意。慢，族语名是杜妞仔，俗名是流氓和花曼。学校除了准备会当体验的语言教材，囡仔嘛配合母语来做各种成果的分享。嘉义县教育处表示，鼓励学校按照学生意愿来开本土语言的课程，嘛透过比赛的方式鼓励参与的学生。透过我们年度的这个成果发表，不只是动态或者是静态的，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语言跟文化。我会介意算布袋戏，是因为会当体会古早飞来飞去的布袋戏，真趣味。有学校表示，即马本土语言的学习，甲过去的方法已经无同，需要增加生活化的学习内容，和学习产生意义甲价值，才会当增加学生的使用甲沟通的能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日本有一款特别的地下爱豆、民间爱豆的文化。一寡查某囡仔穿甲古水，伫咧舞台顶唱歌跳舞，伊和电视的名称无啥共款，毋过嘛有真侪市场的支持者。那这个文化嘛传到咱台湾，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一礼拜六下暗7点半，就要带你来看台湾的民众受到民间爱豆的影响，勇敢走出家己的梦想。加入去音乐节表演场，舞台顶的歌手唱家己编的歌，台下热情的支持者对节奏的发声。一定穿甲古水，伫咧舞台顶唱歌跳舞的查某囡仔，因是地下爱豆，论专业，论外形。地下爱豆虽然无法度甲名称偶像来做比拼，不过因比赛的武器，才是因存在价值。提供较侪是情感的保护，去甲你的即个伤心的代志啊，也是讲你的一寡较负面的情绪，伊会去甲你想的安尼，互你感觉讲伫咧即个世界其实也阁有人会当要紧我安尼。这3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的民众无法度出国去看名册，所造成台湾地下爱豆的市场变大，来看表演的观众变多，地下爱豆之间的竞争嘛变激烈。想要伫即个舞台顶继续徛好在，个人的实力甲魅力是非常重要。
正前迄阵可能30个，即马可能200个嘛有，嘿啊，粉丝嘛是愈来愈侪趋势安尼。除了动漫节、音乐季、Live House 这类的活动场合，地下爱豆嘛伫咧一寡特别的所在做演出。近距离甲支持者的接触，各用保持基本的界线甲礼貌，打破一般民众对流行趣文化的误解甲排斥。其实因拢甲我讲啊，平常时拢唔敢去即寡所在，因为我表演的关系，大家做伙去，因为感觉讲很新鲜，然后也觉得很棒。我觉得地下偶像呢，它有一个很大意义，就是它是在勇于追求自己所爱。喜欢我们的朋友也是一样，就是也会有一些现实层面的压力啊，或者是周遭的目光，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去勇于追求这些。受到日本动漫、cosplay 甲卡哇伊文化影响，流行趣文化嘛改变台湾少年人的美学甲价值观。这地下爱豆陪伴市场的迷众成长，勇敢追求梦想，找到家己的价值。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体坛大车饼世界听奖倒球锦标赛，咱台湾男子团体代表队是派去年伫听奖奥运摕到金牌的杨英宗、王凯翔、罗淑杰甲郭岳东这4个人做伙出战，分组第一拍入4强赛，啊那昨是3分比1分，佮拍赢日本，输落来就要争金牌。13个4强战，穿红衫的台湾对穿乌衫的日本。第一场台湾派世界听奖倒球单打排名第4名的王凯翔，要抢第1胜。王凯翔靠着强烈的攻势，先摕到第1局。不过日本的川口工人也无伫咧远，硬是拍到匕首。王凯翔一开始攻势正强，摕到9比5领先。不过尾啊，家己骹步乱去，目睭紧紧看到川口工人逆转成功，摕到第1胜。第2场比赛，台湾派听话的5条元老杨英宗，靠着伊丰富的经验，拍甲正在。日本选手几路边进攻拢无成功，一直拖大气。上尾杨英宗顺利3比1为台湾摕到第1胜。第3场台湾派罗淑杰，因为伤过紧张，一开始就1比2落后。好佳在伊尾啊有较在，开始立分，连续赢2局，摕到第2胜。若搁赢1场就当晋级。台湾国派杨英宗对日本摕到第1胜的川口工人。川口工人虽然一直进攻，不过也是无法度突破杨英宗的防守。杨英宗连续摕3局，摕到关键的胜利。前面4局就是紧张急，然后脚步没踩好，然后就一直乱失误。对，不然其实前面如果有稳稳打，应该可以打更好。我们一定拿了2点，对，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对，尽力发挥，把球打好就好了。战了2点外钟，台湾顺利晋级金牌战。14将会对乌克兰。台湾男子队虽然拍甲正忝，不过讲一定要甲金牌留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是一个22岁跨性别女性可乐摕到冠军。可乐表示，虽然荷兰有较开放啊，不过也是有真侪人会甲骗上。Miss Nederland 2023 Ricky。欢喜甲记载袂调，头顶有关的是22岁跨性别女性 Rich Coren， 这个月初月伫2023年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摕到冠军。伊是94年来头一届摕到冠军的跨性别者。Yeah, I felt really accepted during this traject. We were like a group together. Afterwards, I won the crown. Sadly, not everyone gave me congratulations with my victory. I think it's really sad. 可乐讲，伊特工伫 Instagram 看到最受粉的信息，甚至甲威胁，互伊感觉真震动。虽然伊的动作无惯，互家己尽量干那看好的所在，不过游玩对伊是真大的负担。率来可乐代表荷兰参加环球小姐比赛，若阵会当阁摕到冠军，伊就是头一个跨性别的环球小姐。就准是伫相对多元开放的荷兰，跨性别者游玩面对来自社会每一个所在的恶意。罗西亚的环境对因来讲更较艰难。当地去年通过法令禁止人民宣传 LGBT。最近，阁推动禁止改变身份证的性别，甲去做任何性别改变的手术。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онный закон, это закон, он фактически запрещает людям оказывать медицинскую помощь и
Это в чистом виде фашистский закон. Я не могу его никак по-другому назвать. 跨性别团体忧心，当政府限制对跨性别者的医疗资源了后，乌市就会出现若计销贵，品质嘛无法度保证。另外，伊嘛认为政府的做法是公开带头歧视 LGBT 团体的烦恼法案通过了后，恐惊有跨性别青少年更加无助，甚至致死自杀案件增加。公视新闻张如明编译。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